馆长陈之汉向来关注时事，靠着呛辣言论在网络上拥有大批粉丝追捧，累积高人气。不少政治人物像是柯文哲、韩国瑜也都抢着跟他。据了解，馆长和金刚平台的签约金高达7位数，足够再买下一间透天厝，相当惊人。据 eToday 报道，馆长原先是在 Twitch 平台，但当时闹出美籍主侮辱台女事件，馆长不满 Twitch 的处理方式，因此转战金刚平台。当时双方签约金高达500万台币，向来热衷于公益的馆长，将这笔签约金全数捐出做公益，霸气作风引来不少赞赏。除了签约金之外，平时也会有观众斗内的额外收入。馆长曾在中表示，他把平台斗内的钱全都花光，但不是拿去享乐，而是全部捐出去做公益，其中包含儿福机构30万、罗腾园20万，另外还赞助20万元给鼓山高中举重队，让孩子们每天能好好吃饭。即使热心公益，仍遭到酸民攻击，让馆长无奈地说：“我可以天天赚这么多钱吗？以后不好了，有人愿意施舍给馆长吗？”不过馆长仍坚持自己是做对的事情，令粉丝相当敬佩。